立法院長韓國瑜受到美國的邀請，要展開7天的訪問行程。伊今仔日出發，佇咧桃園機場嘛發表簡單的談話。國會議員對國會議員可以廣泛的交談，各種國家安全議題選區各方面的問題，大家都可以交談。另外，美國跟台灣兩個國會能不能深化合作跟聯繫，以及未來的交流等等，都會是國會跟國會之間大家會談論的主要的話題之一。韓國瑜表示，這回出訪會坐台積電的專機去美國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，按算去參訪台積電佇咧當地廠區，了後就會去華府拜會國會，嘛有可能會甲智庫個 AIT 來見面。也這回訪問就有外界認為講有深化台灣甲美國關係重要意義。